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20。哥林多前书6章20节安尼讲，因为恁是以付出代价买来的，所以就用恁的身躯荣耀上帝。三角来祈祷，用代价将阮赎回，爱阮用身躯荣耀你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古早、现在，直到将来，永无改变。永远伫地的全能至权上帝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是独一的真神，是牵得阮一切的尊荣、权柄、能力甲上赞的。主啊，你的慈爱远过诸天，你的信息直到永远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愿感谢你。因为你用重价救赎阮，你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阮放杀性命，互阮无过属伫家己，乃是属伫你。主啊！担阮诚做你的儿女，互你的保护洗清气，因为阮是你付出代价买来的，所以阮就用阮的身躯荣耀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